各位午安，好歡迎大家嚟到參加我哋嘅大愛恩人嘅春祭儀式。咁我哋好歡迎各位嘅捐贈者嘅家屬啦、病友啦、康復者，以及係醫護人士，以及其他喺社會上參加同埋支持我哋各個大愛恩人嘅相關嘅嗰啲組織同埋人士今日嚟到我哋當中。咁我先係介紹一下我哋呢一個嘅計劃嘅一個背景啊。其實喺2016年嘅時候我哋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成立，係有雷兆輝醫生同埋係周家歡醫生係作為我哋嘅召集人嘅。咁而我哋嘅會係包括啲香港腎臟基金會啦，係由佢哋去籌劃啦。另外就係香港腎科學會、香港移植學會、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香港醫學會、香港泌尿外科學會、香港腎科護士學會、腎友聯、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國際獅子會、腎病教育中心及研究基金、生前行動、香港旭日扶輪社、香港西北區扶輪社以及係博藝集團嘅。咁而我哋喺2017年嘅7月我哋大愛恩人嘅計劃就開始，咁係由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香港腎臟基金會策劃，得到華永會喺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係設立咗紀念花園，讓遺體器官捐贈者嘅家人撒放死者嘅骨灰，並設立咗大愛恩人紀念碑，由香港腎臟基金會為捐贈者設立咗牌匾，俾市民去致祭，以表達對大愛恩人嘅崇高嘅致意。好，而家我先請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嘅召集人周家歡醫生為我哋去致辭嘅。各位今日出席大愛恩人網上春祭嘅朋友，大家好。相信大家都唔會忘記喺2015年嘅時候，有一位19歲嘅盧美蘭，因為得唔到肺臟嘅移植而過身嘅。當時喺社會度引起好大嘅迴響。當日係高永文醫生作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而陳肇始副局長因為見到香港嘅器官捐贈率咁低，希望改善呢個情況，就成立咗一個香港器官捐贈委員會。同一個時間，15個組織，包括專科嘅團體、病友組織同埋關注嘅組織就成立咗呢個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個目的係希望以民間嘅力量協助政府推廣器官捐贈。當時我哋諗，重中之重嘅就係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為器官捐贈者成立嘅一個可以俾人瞻仰嘅墓地，等佢哋安息，亦都俾接受咗器官嘅人同埋市民可以上去憑吊。所以當時香港腎臟基金會主席雷兆輝醫生就親自同華人永遠墳場管治委員會商討有冇呢個可能性，得到佢哋嘅認可，佢哋好慷慨咁樣捐咗一笪好舒服、好舒坦嘅地方，作為大愛恩人紀念花園。呢個紀念花園終於喺2017年就正式成立咗。咁由腎臟基金會就負責處理同埋上碑同埋舉行春秋二祭。但大家都知道香港嘅春天比較潮濕，所以好幾年都係因為大雨同埋雷暴要 cancel 咗嘅。咁所以腎臟基金會就今日決定以後嘅春祭就係網上舉行啦。一方面排除咗天氣嘅影響啦，亦都係令到我哋可以排除咗地域嘅限制。個地方唔係好大，但係如果用網上嚟到做致祭嘅話我哋可以容許好多更多嘅人尤其是喺海外嘅人都可以一齊參與呢件事。而另外一個突破就係捐贈者嘅數目嘅突破。知道10年裏邊我哋嘅捐贈者留喺呢個紀念花園嘅大概96個人，但係其實喺同一時間呢10年裏邊香港真正嘅捐贈者係304位。只不過因為32% 嘅人屋企人96位嘅屋企人選擇咗喺呢個花園裏邊撒灰同埋安置。如果冇咗呢個地域嘅限制，我就可以將呢個我哋嘅謝意同埋敬意就推延到去呢304位嘅器官捐贈者嗰度。呢300幾位嘅器官捐贈者捐出嚟嘅器官，
已經救返接近900個病人，令到900個家庭保持到家庭嘅完整，實在係功德無量嘅。我哋對捐贈者嘅敬意同埋謝意，唔係因為地域嘅影響，所以個方法雖然改變咗，我哋個初心冇變到。器官捐贈者永遠係我哋最尊敬、最感激嘅人。所以我見到好多器官捐贈接受咗器官捐贈嘅人，成日話俾我聽，佢唔識得點樣用佢嘅言語去多謝佢哋嘅救命之恩。所以我希望喺我哋今次呢個誠摯嘅致祭裏邊，大愛恩人可以感受到我哋嘅心意，亦都希望啲家人咧會感到安慰。所以最後咧，我希望好祝福所有嘅器官捐贈者嘅家人身體健康、平安喜樂。多謝各位。以下咧，我哋呢一個嘅大愛恩人嘅行動嘅計劃咧，其實得到咗香港政府嘅鼎力支持嘅。所以以下咧，我哋有醫務衛生局副局長范婉文醫生咧，為我哋錄影致辭。周醫生、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咁我好榮幸出席今日嘅大愛恩人春祭。去年12月咧，我參加咗秋祭，轉眼已經幾個月啦。清明節又剛剛過去，又係我哋懷念器官捐贈嘅日子。我感謝香港腎臟基金會舉辦呢一次非常有意義嘅活動。喺呢度，我先向所有器官捐贈者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因為捐贈者嘅大愛無疆、無私奉獻，願意捐出器官，我哋先至有器官移植，受贈者嘅生命先至得以延續。我哋喺懷念捐贈者嘅崇高情操之時咧，我哋希望鼓勵更多嘅人願意支持器官捐贈。現時喺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上面咧，已經有超過41萬名嘅市民登記，但係咁係唔足夠㗎。每日超過2000個人等候器官移植。醫務衛生局聯同衛生署同埋醫院管理局一直都係致力同社區夥伴去合作，推廣器官捐贈。我哋透過舉行健康講座啦，提升公眾嘅認知，亦都舉辦宣傳活動。以響應每年11月第2個星期六嘅器官捐贈日，醫院管理局會喺各個醫院設立櫃台，配合政府推廣器官捐贈嘅策略同埋措施。雖然咧現今醫療科技發展迅速，但係對於一啲器官衰竭嘅病人嚟講，器官移植仍然係延續生命嘅唯一希望。咁器官捐贈嘅來源咧亦都有限，所以好多病人咧每日要同病魔搏鬥。有時等候唔到適合嘅器官咧，就會不幸離世。我呼籲市民立刻到中央名冊登記醫院，同埋要告知家人，因為咁樣對於縮短輪候器官移植患者嘅等候時間咧，係至關重要㗎。我哋要喺社會建立支持器官捐贈嘅文化，將信息傳遍社會每一個角落。器官捐贈3S 就係喺中央名冊登記醫院 sign up， 告知家人 speak out，同埋向親友宣揚器官捐贈 spread out。 拯救生命、為愛人間係我哋嘅共同價值。我哋推廣嘅努力能夠為等候器官移植嘅病人同埋佢哋嘅家人帶嚟重生嘅希望。我再一次感謝香港腎臟基金會多年嚟喺推廣器官捐贈嘅工作。你哋係等候器官捐贈嘅病者同埋家人嘅守護者，係器官捐贈者同埋家人嘅安慰者，亦都係推動工作嘅積極參與者。大家攜手讓器官捐贈者嘅大愛得以傳承。最後，我祝今日嘅大愛恩人春祭一切順利。多謝各位。以下咧，我哋有衛生署署長林文健醫生嘅錄影致辭。各位捐贈者家屬、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我要多謝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舉辦嘅大愛恩人春祭呢個意義重大嘅活動，等我哋可以追思緬懷咁多位器官捐贈者。礙於捐贈器官來源有限，依家香港有超過2000位嘅器官衰竭嘅病人咧，每日仍然同病魔搏鬥緊，有啲咧更不幸咁，因為等唔到合適嘅器官而離世。每一位捐贈者嘅無私奉獻，都為垂危嘅受贈者帶嚟重獲新生嘅機會。我相信對受贈者、佢哋嘅家人，以至整個社會，捐贈者都係當之無愧嘅大愛恩人。
各位家屬喺最困難嘅時刻作出偉大嘅選擇，成全咗親人嘅遺願，將佢哋嘅器官捐贈俾素未謀面嘅人，等捐贈者以另一種方式延續珍貴嘅生命。捐贈者為愛人間嘅善舉，會對我哋社會傳遞咗大愛助人嘅精神，令到更多人可以支持器官捐贈，亦都可以為等待中嘅病人帶嚟多一份嘅希望。所以我喺呢度衷心咁向捐贈者致敬，並且向各位捐贈者嘅家屬致謝。衛生署一直同社會各界合作，喺唔同嘅範疇大力推廣同埋倡導器官捐贈，從而推動社會改變對器官捐贈嘅疑慮，引導更多嘅市民加入呢個器官捐贈嘅善舉。我哋喺香港設置嘅器官捐贈推廣站，仲有安排宣傳車到唔同嘅地點，同市民親身交流，爭取更多嘅市民支持我哋器官捐贈嘅活動。另外，我哋亦都喺每年嘅11月舉行活動慶祝器官捐贈日，令到市民可以了解器官捐贈嘅意義。衛生署設立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到而家已經超過41萬名嘅市民喺名冊上登記咗。但係呢個數字係唔足夠嘅。我喺度再一次呼籲大家，同埋你身邊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去到我哋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嘅網站，登記捐贈器官嘅意願。我哋需要攜手努力，等生命嘅奇蹟唔再係少數嘅幸運，而係成為更多等待者觸手可及嘅希望。最後，祝願各位捐贈者家屬生活平安，受贈者身體健康。多謝。接住我哋有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黃耀忠醫生嘅錄影致辭。周家歡醫生，各位參與春祭嘅嘉賓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懷住敬重同埋感恩嘅心，聚首一堂參加大愛恩人春祭。喺度，我謹代表醫院管理局向每一位無私奉獻嘅大愛恩人同埋佢哋嘅屋企人致最崇高嘅敬意同最衷心嘅感謝。器官捐贈係一個充滿大愛嘅崇高行為。每一個捐贈嘅器官都代表住一個生命嘅延續，令到原本喺生死邊緣掙扎嘅末期器官衰竭病人，因為呢份愛再次重建生命嘅曙光。大愛恩人以生命作為最後嘅祝福，化作溫柔而堅定嘅力量，支持住更多嘅生命勇敢向前走。呢份大愛背後係捐贈者家屬無比堅毅嘅心。我明白作出捐贈嘅決定從來都唔係容易，大家喺經歷至親離世嘅悲痛時刻，仍然願意尊重並且完成家人嘅遺願，將悲傷化為成全，令到逝者嘅愛得以延續。有啲家屬更加主動分享佢哋嘅經歷，鼓勵身邊人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呢份勇氣同埋胸襟實在令人深受感動同埋敬佩。醫院管理局多年嚟一直都非常重視器官捐贈同埋移植嘅服務，我哋持續投放資源，強調提質增效，旨在加強移植技術嘅高質量發展。例如過去我哋引入咗先進嘅器官護養系統，開展咗 ABO 血型不相容嘅腎移植，並且積極推進前線醫護人員嘅培訓，以提高潛在捐贈者嘅識別同埋轉介嘅效率。近年嚟，我哋嘅移植團隊亦都透過唔同嘅渠道，與內地嘅專家進行雙向嘅人才交流，促進兩地喺移植技術方面嘅協同進步，務求讓每一個來之不易嘅器官都能夠發揮最大嘅作用，拯救更多徘徊喺生死邊緣嘅病人。但係喺香港，我哋而家仍然有超過2600名器官衰竭病人正在喺我哋嘅中央輪候名冊上面等待合適嘅器官。雖然過去一年捐贈嘅個案有所增加，但係整體嘅數字仍然遠遠追唔上需求，甚至有唔少病人喺漫長嘅輪候器官移植期間不幸離世，實在令人感到惋惜。因此，我哋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除咗醫護團隊嘅專業配合之外，最關鍵嘅仍然係大眾對於
器官捐贈嘅認同同埋支持。其實大家每一次願意了解器官捐贈，願意同屋企人討論同埋分享正確嘅資訊，甚至願意登記成為捐贈者，都係為等待中嘅病人帶來希望。社會每多一分嘅支持，就能夠讓更多生命喺關鍵時刻得到延續嘅機會。最後，我再次向所有大愛恩人同埋佢嘅家屬致以最深嘅敬意。你哋嘅無私行為唔單止拯救咗末期器官衰竭嘅病人，亦都為佢哋帶嚟光明同埋希望，更加為整個社會樹立咗器官捐贈嘅正面典範，向社會傳遞捐贈器官嘅大愛觀念。醫管局會繼續優化器官捐贈同埋移植服務，加強公眾教育，並且會同社會各界攜手，將以生命影響生命嘅大愛精神傳遍香港每個角落，令到我哋更多病人能夠重獲新生，使到愛喺我哋之間可以不斷咁承傳下去。喺度，我祝大家身體健康，心靈平安，生活充滿希望。多謝各位。接住落嚟咧，我哋有香港腎科學會主席葉日軒教授嘅錄影致辭。大家好，我係香港腎科學會主席葉日軒教授。今日好多謝嚟邀請我參加呢個大愛恩人嘅春祭。其實香港有好多病人咧飽受呢個腎病嘅困擾。而家我哋香港大約有1萬名嘅病人咧接受緊透析治療，包括咗呢個腹膜透析啦，同埋呢個血液透析嘅。而當中有2000個病人咧係輪候緊呢個腎臟移植嘅。奈何我哋香港相對於其他嘅地方嗰個移植率咧係相對比較低嘅。以每100萬嘅人口嚟講咧，我哋嘅移植率咧大約係少於10個嘅。所以好多病人咧係輪候緊好耐，甚至要等到7至到10年咧先能夠成功換到腎。喺呢度，我謹代表香港腎科學會呼籲大家繼續支持呢個器官捐贈。同時，我哋都要好感謝我哋嘅大愛恩人同埋佢哋屋企人。因為佢哋無私嘅奉獻同埋付出，先令到好多病人咧能夠成功換到腎，得以重生。多謝大家。接住係香港腎科護士學會主席宋家明護士嘅錄影致辭。各位嘉賓、各位器官捐贈者家屬、各位醫護同事，大家好，我係香港腎科護士學會主席宋姑娘，代表出席今日大愛恩人春祭。我哋深深明白到器官捐贈對於等待器官移植嘅病人同埋佢哋嘅家屬係代表住一份希望同埋重啟人生嘅機會。今日藉住呢個機會，我哋向所有大愛恩人送上最高嘅敬意同埋感謝。一個決定可以令一個生命得以延續，令到整個家庭充滿希望。同時，我哋亦都要多謝各位捐贈者嘅家屬。喺你哋悲痛嘅時候，仍然成全至愛嘅遺願，將呢一份勇氣同埋大愛喺世上留下印記。而我哋亦都藉住呢個機會，希望將呢一份大愛精神推廣俾全香港以及全世界，希望大愛長存。多謝各位。跟住落嚟咧，係腎友聯嘅主席許麗華女士嘅錄影致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腎友聯主席許麗華。對於一群末期腎衰竭嘅病人嚟講，器官捐贈唔係一個醫學名詞，佢係我哋重生唯一嘅希望。我今日代表所有腎友，向每一位器官捐贈者同埋佢哋嘅家人，以最崇高嘅敬意，喺佢哋面對至親嘅離去、傷心同埋好艱難嘅時刻，仍然能夠選擇大愛，呢一份生命嘅燃料，傳遞素不相識嘅人。呢一份嘅勇氣同埋無私，讓我哋能脫離洗腎嘅日子，重新擁抱家人，
回饋社會。目前仍超過咗2000名嘅腎友正在等候腎臟移植。喺呢度，我呼籲社會大眾多啲關注器官捐贈，將呢一份關懷化為行動。請大家除咗上網登記之外，仲要將你嘅意願話俾你屋企人聽。你每一個嘅決定，能讓枯萎嘅生命再次重生。多謝大家。跟住我哋有生前行動創會主席廖安麗女士嘅錄影致辭。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生前行動嘅創會主席 Annie 廖安麗。今次同大家傾偈啦，就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呢一個大愛恩人嘅春祭咧，今次咧就會特別用一個網上嘅形式咧同大家見面嘅。咁啊，同樣啦，我都係嗰句啦，我係好代表生前行動又好，代表我個人都好啦，我真係非常之感恩啦。就係有90幾位嘅捐贈者啦，因為你嘅大愛可以救翻接近300條生命嘅，咁呢個係非常難得，非常難得。所以喺呢一度，我好希望所有嘅捐贈者嘅家人啦，希望你哋咧都能夠可以繼續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咁樣去生活落去。我更加希望所有我哋身邊嘅朋友都能夠可以支持器官捐贈，會繼續去登記係簽個器官捐贈卡，救翻更多嘅生命。多謝。接住落嚟咧，我哋有博愛集團嘅主席伍妙敏女士為我哋錄影分享。大家好，我係香港腎臟基金會嘅前副主席伍妙敏。喺2017年嘅7月，大愛恩人紀念花園啟用之後，我先後主持過好多次春祭同秋祭。其實我每次都強忍內心嘅難過，到亦都有無限嘅感謝。喺難忘嘅事當中，就係佢哋嘅屋企人嚟到，係喊到撕心裂肺咁，我都好心痛。幾年後見到佢哋平復返，我亦都覺得好安慰。捐贈者，你哋同家人係以呢個器官捐贈去拯救咗其他人嘅生命同埋佢哋嘅家庭，就係支持呢個器官捐贈嘅最好嘅見證。今日我除咗要向呢個大愛恩人誠心致祭，亦都向佢哋屋企人問好，更加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器官捐贈。多謝。接住落嚟咧，我哋有香港移植學會嘅主席張志遠醫生為我哋致辭嘅。各位大家好，我係張志遠醫生，係代表香港移植學會。首先我喺呢度係向各位大愛恩人致敬，亦都想多謝捐贈者嘅家屬啦，因為你哋當初嘅決定，令到好多病人啦得以重生啦，家庭咧就得以完整。最後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器官捐贈，祝大家身體健康，多謝。接住落嚟咧，我哋有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嘅主席黃龍輝先生為我哋致辭。大家好，我係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嘅會長黃龍輝。我今日就想用一句，我今日喺肝臟移植中心探訪嘅一個病人，佢係2024年做屍肝移植嘅。佢講：我真係好多謝各位大愛恩人嘅家屬，你哋捐出你哋親人嘅肝，變成我能夠生存落去，我同家人都好多謝。短短幾句嘅感謝語，亦係代表咗我哋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各位會員同埋我哋所探訪嘅肝臟移植康復者嘅心聲。冇你哋嘅無私捐贈，我哋冇辦法重生。另外，我哋亦都好希望社會大眾真係繼續支持器官捐贈，因為只有你哋嘅器官捐贈，多啲人去登記器官捐贈卡，我哋先有機會，我哋嘅等待肝臟移植嘅病人能夠得到重生。多謝。
以下呢個環節咧係病友嘅分享，咁我嘅旁邊咧就會係咧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嘅委員咧，腎移植嘅康復者陳海傑先生分享嘅。咁啊，陳生啊，我想同你咧就簡單咁傾幾句啦。我知道你咧其實2018年嘅時候就突然間因為水腫啊、喘氣咧，就入醫院，至發現咧原來你已經去到末期腎衰竭。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你當時嗰個嘅感受係點樣？另外就係你得到咗移植之後咧獲得新生嗰個情況又係點？同我哋簡單分享下。唔該晒。咁我18年確診咗之後咧，就第一個時間當然係好唔開心啦，亦都好天塌下來咁樣啦，因為當時都係自己都叫後生啦，咁亦都有事業嘅兼顧啦，屋企人嘅兼顧啦，咁當時係真係唔開心嘅。咁之後我都面對病情啦，積極面對，了解翻個病情同埋之後個治療係點嘅。咁亦都到往後嘅時間啦，咁我都係要面臨洗血嘅即係腎透析嘅程序啦。咁亦都當時係每一星期2次嘅。咁途中會因為會清走啲毒素啦，同埋啲水分啦，咁就會有啲有啲唔舒服啦，咁又會有抽筋啊、頭暈嘅跡象啦。咁到我有幸3年前就得到換腎嘅機會啦，咁我亦都好感恩，亦都獲得依次換腎嘅機會，亦都有一個重生或者係第二生命嘅機會。咁而家嘅我就會積極去做運動啦，咁亦都係去注重自己嘅健康啦，咁亦都係開展自己嘅精彩嘅人生啦。咁我亦都好感恩捐贈俾我嘅家屬咁樣嘅。好多謝晒，亦都好為佢戥佢好高興啦，能夠獲得一個新嘅生命。咁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個病友咧，係喺痛苦之中咧，喺生死之間去掙扎緊嘅。咁以下我嘅邀請一位嘅病友分享咧，就係末期腎衰竭嘅患者陳威林先生，佢有個錄影嘅分享。咁佢咧就係因為咧佢係即係天生嘅發育得唔健全啦，嗰個腎臟12歲咧就已經係要洗腎啦，到而家40歲。咁而家聽下佢嘅分享係點樣？大家好，我係 William， 今年40歲，係一個天生嘅有慢性腎病嘅患者。咁由於出世嘅時間有呢個病啦，需要透過飲食去控制嘅。咁最後啦就拖到12歲嘅時間都要做一個腹膜透析，俗稱洗肚嘅治療。咁當時一洗咗20年啦。去到當時腹膜嘅功能開始轉差，就轉咗去洗血啦。咁一直洗血洗到今時今日啦，原來已經係總共洗咗27年，亦都即係大半生人嘅時間都拎咗去洗腎。咁因為洗腎嘅時間係個人會比較攰，同埋洗腎亦都需要用好多嘅時間啦。咁係影響學業，亦都影響工作嘅。雖然我讀嘅係傳媒，但係因為洗腎嘅限制，最終令到我要揀保險呢個行業。就係希望透過用翻自己嘅努力啦、經驗去做一份自己主導同埋時間彈性較高嘅工作啦。咁其實講翻洗腎呢件事，其實係會有好多限制嘅，例如飲食飲水啦，都需要非常之小心嘅。又同埋因為有條喉係新啦，以前嘅 PE 堂亦都冇份參與，出嚟社會工作啦，其實朋友可能都會去玩啊，出去旅行啦，其實都係好理所當然，我係參加唔到噶啦。咁但係洗腎呢件事係佔據咗好多時間，拎走咗同好多人交流嘅機會啦，見識呢個世界嘅門檻亦都提高咗。但係其實喺咁多年洗腎裏邊啦，雖然佢係辛苦亦都痛嘅，咁但係佢教識咗我點樣去面對同埋去解讀呢個世界嘅。咁亦都因為有呢個病啦，其實令到我認識嘅嘢多咗啦，亦都有機會同唔同嘅同路人去分享洗腎嘅中間嘅苦與樂啦，苦多啦，當然係。咁洗腎其實帶咗我好多時間啦、健康啦，但係佢冇帶走過我希望，因為我仍然都會希望，就算我洗咗27年都好，我仍然希望自己有一日可以換到腎，可以有正常嘅同人交流機會啦，甚至可以見識呢個世界嘅。咁最後啦，都有個希望嘅就係，假設就係當自己換到腎嘅時間，都希望可以真係親眼去見識呢個世界，亦都可以俾一個idea 一個同其他嘅腎友講，其實就算洗好耐都好，其實都只要保持住個希望，最終都可以換到腎。咁希望透過自己簡單嘅分享啦，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器官捐贈呢樣嘢啦。多謝大家。
大愛嘅精神、永恆嘅奉獻。你哋係末期器官衰竭病人嘅恩人，我哋向器官捐贈者致以最崇高嘅敬意。以下我係宣讀大愛恩人嘅名錄：陳艷蓉、陳志明、黃子俊、林玉蓮、楊燕玲、李玉帶、鄭子良、黃日輝、陳曼婷、徐錦全、嚴卓斌、蔡瑞龍、黃俊興、蔡俊偉、陳子希、姚國雄、姚嘉欣、劉坤玉、宋俊發、吳劍秋、葉家謙、霍炳林、黃守榮、陳希敏、崔可嘉、李德輝、容潔如、黃柏湖、馮月薇、蔡樂健、林文傑、蔣發珍、魏定華、李永強、鍾欣裕、劉君毅、石俊賢、羅兆林、鄺麗明、劉宇恒、梁浩、何文靜、鄭啟明、陸志升、鍾曼妮、沈如珍、周雲豪、林小平、郭允恒、陳銘雄、劉志明、劉耀光、許玉平、曾信威、宏惠光、藍健全、黃永安、姚志石、陳禮崇、梁鳳玲、蕭仲軒、譚永佳、李振強、黃家宇、劉惠妹、陳建成、伍翠蘭、唐家峰、楊婉文、姚蘇、曾淑娟、黃家傑、陳建生、陳之華、吳丹儀、蕭慕如、吳嘉薇、梁淑貞、岑君友、黎口福、歐富森、林麗卿、陳霆鋒、李朗廷、唐錦森、張雲橋、黃培湖、李明威、何耀輝、黃日勝、黃雙流、廖子龍、劉毅雄、黎慕玲、羅坤賢、林偉良。接住落嚟咧，我哋係有請器官捐贈者嘅家屬做一個分享嘅。我哋而家請袁樂善女士喺我旁邊咧，同我哋做個分享。你好，你好，袁女士，我知道你咧喺11年前咧，你嘅媽咪咧就係中風啦，跟住就腦出血嘅。咁後來咧手術之後咧，但係都冇辦法咧再醒返。咁醫生就話咧，其實媽咪可能已經係腦死亡啦。咁我想了解一下咧，係你哋當時咧喺咁哀痛嘅時候，點樣去作出一個咧讓媽咪嘅器官咧捐贈俾有需要人士呢一個嘅決定嘅咧？咁其實喺11年前，依個意外發生咗啦。咁當其時其實有一個好震驚啦，喺一個好傷痛嘅情況之下咧，去面對呢個事實。咁其實去到醫院嘅時候，其實坦白講，我哋都係一片空白嘅，即係唔知點算好，全部都係靠醫生嘅醫務人員話俾我哋聽點樣做。咁喺成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入咗院幾日啦，都媽咪開咗腦2次，咁其實就唔樂觀嘅，咁亦都係傷痛嘅，好混亂嘅。其實嗰時先係咁，但係好回憶所及咧，好感恩嗰陣時有個護士同埋個醫生啦，係直頭同我哋傾咧，就係佢係好溫柔咁同我哋講係我媽咪有冇簽過器官捐贈嘅卡咁樣。咁其實佢一問咧，反而我哋提翻醒我哋嘅，因為我哋真係諗唔到任何嘢。咁後尾就我哋幾姊妹其實傾過啦，傾咗成日時間。咁後尾就決定將媽咪嘅遺願去實現出嚟，咁就去做呢個嘅器官捐贈咯。咁但係過程中並不容易，係啦，因為有屋企人反對嘅，
咁一啲傳統嘅思想啦咁樣，咁但係都幾經歷啦，咁達成一個共識啦，咁成家我哋幾姊妹成家人係決定將媽咪嘅內臟捐出嚟嘅。咁喺呢個位上邊咧，其實我係想分享多少少啦。咁本來可以捐出2個內臟，咁因為我哋傾嘅時間可能過長咗，後尾只可以捐出1個肝臟。咁所以原來唔經歷係唔知嘅咯嚇。咁但係嗰段路係傷痛嘅，係啦。咁但係最後尾都原來有個器官係捐得到嘅時候咧，又覺得好安慰咯。因為真係有另一家人可以接收到，另一個生命接收到，咁完成咗媽咪嗰個遺願，就係個生命延續生命呢個意義咯。係。咁係啦，咁喺你完成咗你媽咪捐贈嘅器官之後，咁嗰個傷痛咧，會唔會係因為呢個行動有冇啲咩嘅減少啊，定係點樣咧？其實傷痛因為11年前發生啦，咁傷痛咗都幾年嘅。點解係嗰種唔捨得啊？嗰種好多遺憾出現晒咁樣。咁但係其實隨着時間過去啦，咁我哋幾姊妹都好好地活落去。點解？因為我媽咪生前係一個活潑、好積極嘅人嚟嘅。咁其實我相信佢嘅 DNA 都遺傳咗俾我哋，而我哋都係好積極咁活許我哋人生咯。咁甚至乎係我哋幾姊妹啦，我哋屋企人啦，我丈夫啦，都係器官捐贈者嘅卡，即係填咗報咗嘅。咁所以咁亦都好一次有我記得係好印象深刻啦。有一次器官捐贈嘅活動裏邊咧，我哋去到一個慈善農莊度啦，我眼見係有幾個器官捐贈康復者喺我面前嘅，咁一齊去參與嗰個活動嘅。咁個畫面係好感動嘅，因為其實雖然我哋經歷過傷痛嗰刻，咁但係見到康復者佢可以繼續生活，同埋佢繼續好多開心嘅生活，同佢屋企人一齊，呢個覺得係我哋最大嘅欣慰咯，係啦。咁所以唔好意思啊。所以咧，我覺得咧，臨終嘅病人得佢可以實現一個生命延續生命啦。其實我哋在世嘅人咧，可以係生命感染生命咯。係啊，我覺得係即係可以付出1分1力，可以令到更多生命、更多 family 可以去創造更多意義啦。嚇，呢個我覺得我哋嘅使命嚟嘅。好多謝袁女士嘅分享，好多謝你。 Thank you。咁以下咧，我哋係一個嘅獻花嘅環節。而家我哋全體默哀1分鐘。好，我哋向捐贈者嘅家人致以祝福，感謝大愛恩人續新生，無限祝福捐贈者嘅家人。
永遠嘅思念，無盡嘅感恩，我哋都活得好好，我哋都謹祝各位捐贈者嘅家屬安康。而家咧，我哋都請咧喺線上參加我哋春祭嘅所有嘅朋友咧，都開上你哋嘅 camera 啦。咁我哋想同大家都影一張合照嘅。好啦，今日咧好多謝大家參加我哋嘅網上嘅春祭，我哋嘅大愛恩人嘅紀念嘅一個春祭嘅儀式。好多謝各位，今日我哋嘅活動咧係正式完結嘅。多謝晒大家嘅參與，祝大家咧身心健康。多謝。